是多少就是钱到这个当然了，我们吃饱了我就自己看自己把每年每年新人就我叫完了，上面的这些我一人这个没，你们这种中国不行了，定期检查，以前是正常保证，有些人家没有定期检查是不去的，没人就回来。外面的这些朋友，我聊到过我就是有些有，也毛没想给我说，我手机的老妈也了，俺姐就不是这姐姐，俺们这些就这样做的，俺这就是真的，那个是小双小这农村长的人，大概过去年没地就是身边的这个比赛的，结果车道结果别看见中国自己相当于把这公司那些出来了，正在解决手里。电视课大家了，结果